喂，爸，您怎么样啊？身体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到年纪了，总有点小问题，不过还好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怎么样？在唐人公司还适应吧？挺适应的啊。我每天都很努力的在工作，你就不要担心我了。那就好，工作上要好好表现，但是身体也要当心啊，特别是早饭一定要吃。听到没有？嗯。本来想来看你的，结果唐然说你现在刚上手，有点压力，那我就听他的，下回再来。别呀，我这头正忙着呢，我到时候自己找空回去看你行吗？好吧。嗯。那爸爸保重。这还能瞒多久呢？对啊，来上海都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你还习惯吗？刚开始有些话听不太懂，可是后来慢慢就听习惯了。例如我们讲公车，爹地和阿姨会讲公交车。还有呢？比较好玩的是，免洗筷这边讲一次性筷子，优酪乳是讲酸奶，很多我都听习惯了。妈妈呢？那跟妈妈生活还习惯吗？不知道哎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没有从小。从小？毛豆会说，我妈妈从小就爱管我。小优会说，我妈从小就会买很多玩具给我。可是我和阿姨都没有从小。像我和老爸就有很多从小啊。从小，老爸就会教我游泳，然后陪我打排球。Daddy 也有从小，Daddy 从小就会教我折衣服跟做美劳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再过几年你跟妈妈就有从小呀？可能到你10几岁的时候，你就跟你同学说，我妈从小就逼我要穿裙子，我妈从小就逼我学这个学那个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差不多了啊，快天黑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大姐估计做好菜了。来吧，来给我吧。吃饱了还能吃一下饭吗？可以呀。可以吗？童女官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这灯坏了，我把灯泡换一下。你小心点啊，我帮你吧。啊，行，来，你帮我扶一下。哦，慢点，慢点。给。哦。怎么了？没灯泡。你等一下。来了，
啊啊，来，啊，给我。哎，好了，好了。还有那个，哦，来，我来。我来吧。哎，不用，我捞起。啊，好嘞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哎，一直想谢谢你呢。上次啊，你帮忙，左先生已经帮我同学在垦丁订好房了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左先生那个民宿啊，会住得特别舒服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你不仅是一个很对古董家具有研究的人，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空间规划师啊。你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，那个我家就特别的乱，东西到处乱放，毛豆那玩具啊，地板上全都是。你什么时候有间上我家给我规划规划呗？其实呢没关系，这个乱啊，也能反映出这个主人的性格。说明他很热情，而且也很怀旧。因为他怀旧呢，所以他就舍不得扔东西。因为他舍不得扔东西呢，所以家里东西越堆越多，所以就乱嘛。对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上我家帮我规划规划呗？那改天吧啊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别改天呢，就今天吧。哎，我着急呀。不着急。哎，不是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呀。小萌，啊，怎么了你？我昨晚睡在沙发上了，可能落枕了吧。哎，不过你这个歪脖子的造型还蛮可爱的。没办法啊，一时半会儿突然直不起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啊，就因为这个肩脊血液不循环导致的。你拿那个吹风机的暖风吹一吹，打通血脉，立马就能好。小萌，下午要是还疼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骨科医生，开一个松弛肌肉紧张的药就好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原来啊，我也得过这种毛病，记得以后有病去看医生。哎，我说唐倩倩，你怎么老挤兑我？唐倩，拜托。你们俩真是狗。哎，来小萌这有什么？ ，Braun 牌棒棒糖不仅活血化瘀，还很好吃。谢谢啊。啊，一点就通。感觉好像还不错。画的不错，跟我幼儿园的水平差不多。陶总，你不是早就下班了吗？对啊，我出去吃吃饭，喝喝咖啡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回来了。出去吃吃饭，喝喝咖啡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不是该回家了吗？傻瓜，你觉得总经理那么好当啊？我日理万机，千头万……对了，你猜猜看，我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你是喜欢在安静的办公室工作？ No， 难道是你在等大家都下班了，你再回来加班？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担心如果你在的话，大家都不敢走了，是吧？不得不说，你还真是一个为下属着想的好领导。谢谢，谢谢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，宁小萌董事长为我颁发这个中国好领导奖，我会再接再厉的。哎，那个中国好员工，你在画什么呢你看不着，瞎。 ？Deadline 我已经压后了，你着什么急？
是我自己想赶出来的，趁着还有灵感。好吧，那一会儿你画完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别啊，你别等我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儿还要忙一阵子。听谁的？你老板，我老板。你别等我了。老板，一会儿我开车在下头等你。再来啊！哎，开心一点，再开心一点。生气，很生气。哎，微笑，微笑。大笑。这小梦又不知道加班加到几点啊？你们笑得真开心啊！就每天都这样。幸好我把你过来住，要不然谁来照顾妙妙？不是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白领啊压力特别大，他刚进了大公司，总得做点业绩出来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今天要留堂了，惨了。喜怒哀乐这些表情是靠面部肌肉带，但是笑的时候呢，是要发自内心的。你还没走是吧？那你留在这里看妙妙啊。你去干嘛呀？健身房啊。这个点去？这个点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啊，那走了。那你小心点啊！啊，我在这等小萌回来，我再走。好。这个搬不动啊，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方法问题啊？还是力量问题你真以为自己是绿巨人啊你？啊？这太沉了。啊？绿巨人？这样吧，先试试这个吧。这个有点轻啊。就这样吗？哎，算了，这好像不太适合你啊。来，过来这边了。你试一下。这个？啊。手握在那个把手，啊，然后准备的时候先吸气，啊，推出去的时候呼气，试试。慢慢来啊，不用急，啊，放下，吸气，啊，推出去的时候呼气，啊，很好。肩颈好疼啊！喂，肩膀那么紧，工作压力好大。你怎么知道？偶尔还会头痛是吧？哎，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身体是很诚实的，你别以为工作压力大就会脑袋累，因为每一条肌肉、每一个神经都能感受到。我教你个方法，让你轻松点吧。什么呀？先把妆给卸了。来健身房是要放轻松的，这不是办公室啊，不用武装自己。啊，先慢慢玩吧，记得下次先卸妆啊。你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明天想来看你，
我跟他讲，我去机场接他。你去接他？对啊，有问题吗？讲完就吓的，我怎么会这么说啊？我跟他讲，你这边工作呢还不稳定，过一段再过来。你吓死我了！你就知道开玩笑。这样行吗？满意吗？不过我就知道你最上道了。谢谢。你别再吓我了，行吗？不会，你放心吧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这妙妙的事儿呢，总不能瞒一辈子啊，对吧？我管不了那么多。现在我只想瞒着，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让妙妙回台湾，一切恢复原状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那只有你欢喜吧？我才舍不得让妙妙再回垦丁呢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，你讲话越来越不上道了。我好不容易把妙妙带到身边了，我一定要给她最多的爱。乖，教授啊，明天过来看一下小萌，他这边有状况啊，教授。等一下，虽然你不上当，这个礼物还是要给你的。这个你忘记了？今天是愚人节啊！你想一想是吗？别闹！15年前的今天呢，老天为了愚弄我，把一个叫宁小萌的派到我身边，从此我走上了水深火热的道路。15周年了，15周年快乐！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。对啊。不过送花也太老土了。喂，宁小萌，15年了，越来越不上道了，说话。啊15。哟，那个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公司的领导陶然。左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认识啊？你的朋友我当然都认识了。今天我们认识15周年了，所以他做纪念礼送我的花。好，恭喜你们啊！谢谢。行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先上去。好。再见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们一起上去。你们一起？那个在军搬过来住了，然后他为了帮我照顾妹妹。挺好，他帮你一起照顾会，挺不错的。要不要我帮你把花拿上去？不用，他应该还等着呢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好，那你开车小心，拜拜。拜拜。回来了。我也回来了。哇，一起回来了。这花谁送的？哎，别看见我，不是我。那你瞎想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一哥哥，这是陶然送的，就是我爸的学生。哎，他哥哥，还有他爸的学生给他送你花，说庆祝他们认识15周年，厉害吧？是吧？不就认识一下吗？送花干什么呀？你们俩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哥哥送我花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，他现在还是我领导。只要我犯错误的话，他可以立马把我开掉。
你乱想什么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现在哪有别的心思啊？我天天是应付。应付谁呀？啊？就是应付一个好心的人，来帮助我当妈妈的一个善良的同学啊。我光是感谢他都来不及了，还有别的心情想别的嘛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你怎么我跟你说啊？虽然之前我们约定好了，互相的私事不过问不干涉，但是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，你必须让我还有郑磊先看看，因为这关乎到妙妙的将来啊。只要跟妙妙有关的事情呢，就跟我有关系。如果他的条件啊可以超越我们郑磊，那我 OK， 我无所谓啊。那如果他还不如郑磊，那你还不如跟他算了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和他是哥们儿，你无不无聊？你说什么呢？有啊，别失望哦，啊！去！你不考虑一下你父亲的感受吗？本来妙妙的事情就挺难开口的了，现在又跟个男人同居，让教授怎么想？陶然，什么同居不同居的，我们是室友。在俊搬过来呢，也只是为了让妙妙快点适应这里，适应有妈妈的生活。我告诉你啊，自从在俊搬过来，妙妙对我的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她看见我还会笑呢。唉，要是妙妙能早一点适应这里，在俊跟郑磊就可以早点追求自己的爱情了。我已经耽误了他们太多年的青春，真的不想再继续耽误了。那你自己的爱情呢？追求呢？陶大哥，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是妙妙，我已经亏欠了她8年，我还有什么资格，还有什么余力去想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呢？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亲情。对，亲情。那除了妙妙，你父亲也算是亲情吧？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教授？陶然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拜托了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好吗？孩子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，我妈的手艺。妈，下次那个糖啊少一点点啊，更好喝。好，多喝点啊。孩子，这是什么？相亲的时间、地点、信物。哎呀妈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？这个叫做先斩后奏。哪有斩？哎，这叫百善孝为先。哎，传宗接代才是孝顺，你懂吧？不是妈，你们俩已经当爷爷奶奶了。妙妙，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是你们的孙女，你们还……哎，是妙妙，我是很喜欢的，关键她不姓郑呀。郑磊，如果你不想去相亲，就把你心目中喜欢的对象跟妈说出来呀，啊？哎呀，我，哎呦，光
说不练哪成啊？有喜欢的对象带回来给我看呀。你妈我是很开明的，只要你喜欢，我肯定也喜欢的。是啊，说吧。哎妈，你赶紧给别人拒了吧，拒了。哎呀，不去。儿子就去一次啊，陈波。哎呀，你就去聊上几句什么 say hello 啊 ，goodbye 啊，我又没卡着你脖子，要你一定要娶她了，啊？那行，我就把它具体的都发到你手机里啊，我1小时发1次。还挺好吃的。都挺忙的，我就直奔主题了。索先生为什么要住进宁小萌的房子里呢？陶总，你这个问题好像有问题吧？那是妙妙的家，是我女儿的家，我是住进我女儿的家里啊。都是大人啊，就不玩这个文字游戏了。那里怎么讲也是小萌的家，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不太方便吧？上海挺大的，你没有住的地方吗？非要跟小萌挤一块儿？小萌的事情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讲太多吧？小萌的事儿挺有必要的，他的父亲是我的老师，我也答应过要照顾小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想提，那我们来谈一谈妙妙。你养了她，8年了吧？你应该非常爱她。那么左先生有没有想过，什么样的选择对妙妙来讲是最好的？妙妙今年8岁，我跟她在一起生活了整整8年，什么样的选择对她来说是最好的？我相信我会比你更清楚一点吧。对啊。那把他带回垦丁，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？你明明有最好的选择，你为什么要假装大方，把他让给宁小萌呢？你明明有最好的选择，为什么要做最坏的让步？你这么做，真的是爱妙妙吗？他说我估计你没带过孩子吧？什么叫做最好的选择？父母做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吗？有时候你以为是最坏的让步，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成全呢？这个没有当过父母的人，估计很难体会。啊，我没有做过父亲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觉得对妙妙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对孩子最好的选择，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自己选。他现在那么小，他懂吗？我像他那么小的时候，天天逃课不学习，那这种选择也是好的吗？小孩子不懂，但是我们做大人的可以带领他去懂。其实选择没有好与坏，没有对与错。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帮他去选，而是帮助他从他的选择当中学习什么是正面的价值。正面的价值，正面的学习，我不太懂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来上海是妙妙自己的决定，我很尊重她的选择，当然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
去帮助他适应上海。那么从现在为止，妙妙适应上海的生活吗？妙妙是不是自己都特别后悔来上海？她跟小萌相处的怎么样？不太好吧？甚至可以说是在相互折磨，这一点你不否认吧？左先生，小萌毕竟离开妙妙已经8年了，现在重新回去带她，会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我站在小萌的立场上为她好，我不希望她年纪轻轻就背上这么沉重的痛苦。那么同样，你站在妙妙的立场上为妙妙好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什么对她才是最好的选择？陶总，你一直说是为了小萌好，为了妙妙好，可是你口中所说的好，就是希望可以拆散他们。他们已经分开了8年了，好不容易团圆了，好不容易可以生活在一起，但你却希望小萌再次失去她女儿，让妙妙再度失去她妈妈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好。我一个大男人住哪根本无所谓，只要为了小萌好，为了妙妙好，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谢谢你的茶。你好，我是来相亲的。你好。Since we get away, we can spend the whole day. It's all free and it's all in your hand. 佟警官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记得我那个要去垦丁陶琴的高中同学吧？他不是被逼着相亲嘛，就非得拦我当替死鬼，我好心帮忙才过来的。那你这一身打扮，我这不好人做到底嘛，故意打扮成跟女鬼一样，好把相亲对象吓跑啊！没想到这对象是你啊！你这事还行还行，不鬼不鬼。那你呢？你也是被逼着来相亲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是我妈给我安排的周末活动，必须得来，所以我就插个花，装个精神病，想把对方吓跑嘛。我胆子可大着呢，你吓不跑我的。谁知道碰到是你啊？我还在想呢，就这年头还有红玫瑰当信物的。郑磊，你也是够老派的呀。我这哦，错，是有味道，好吧？哎，对了，我来之前呢，把怀表拿回来了，已经修好了，那还给你，谢谢。哎，你用这怀表是因为这怀表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这个呀，要从我爸说起。我爸是做戏剧美术的，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古董，特别有味道。我爸呢又特别浪漫，他就用这些东西啊，把我妈骗到手的。这块表是因为他的一个电影需要一块道具，他就千辛万苦到处找，终于在一个古董店里把它掏了出来，后来就留了下来。
在我大4那年，他就送给了我，我就一直带在身边。哇，你爸也太浪漫了吧！我爸呀比我浪漫，所以我妈急呀，就天天轰我出来相亲啊！真的相亲相得我头疼。唉，找不着办法。1周1次，1周1次，你下的浮不浅啊！什么艳福啊？这对我来说就是任务，必须完成的任务，你明白吗？这每1周必须得一到星期六知道，第2天就肯定会来2个小时吵架。那我就这么一做，怎么看对方哈？哎，林小萌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爸都不知道妙妙的事情啊？他确实不知道，我一直都瞒着他。你爸爸早晚都会知道的，你就跟他说了吧，大不了就跟他道个歉，他会原谅你的。我们家里真的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有很多事情很难说出口。我们家里的很多状况，导致我爸爸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他对我的期望越高，我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。现在时间久了，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清楚。你跟我讲过，你爸爸给你的压力也很大，所以你应该很懂我的感受。我了解，但他是你爸爸，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他一定会原谅你。就像我自己啊，自从我当了妹妹的老爸之后，我深深明白到这一点。我宁愿我的孩子做错了事情跟我坦白，也不要骗我。那个陶然啊，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好哥哥，他应该帮你，他应该鼓励你去跟你爸坦白啊，不是帮你去骗你爸爸。他没有，他其实一直鼓励我，让我告诉我爸爸，是我一直要瞒着陶总，这边请。如果不是有人在想你，应该是有人在骂你。不是，是妒忌我。CN 地产的李秘书发短信说，方总要晚点到。第一次见面就迟到啊，太没礼貌了。走了。别这样呀，人家甲方有点服务精神好不好？哦，甲方啊。对呀，对，你早点提醒我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别装蒜了。哎，陶总，你觉得方总这一次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机会大不大？肯约我们见面就是给我们机会喽。但是你看他现在迟到了，摆了个姿态，以后谈起来啊，估计有波折。我倒觉得只要他肯来，咱们就有机会。你想啊，龙泰集团、CN 地产这业界2大龙头，如果咱们能把合作都拿下的话，那咱们的版图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啊！别高兴得太早。这个 CN 的方总呢，喜欢用熟人，别人很难打进去，所以那么多年了，我跟他一直没有合作成功。这一次要是成功的话呢，以后就是长期的、固定的。还有那个龙泰集团第一次涉足休闲产业，想要什么样的酒店一直也不说，卖着关子。我估计竞争者会头破血流的拿出天马行空的方案。但是我对我的团队相当的有信心，他们最近就这个项目提出的几个方案，都在水平之上。孙老师出马，1个顶2。客气，送给你。谢谢，下次来真的啊。
俩真是好有缘分，老是在有马桶的地方碰面。难怪老是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健身教练。哦，绿巨人。哇，你穿成这样我都认不出你了。你当然是谁呀？我已经去健身房查过了，你根本就不是那里的教练。谁说我是教练？那你到底是谁嘛？干嘛？对我有兴趣啊？啊？我只是想反映一下你的服务态度。我这么好的服务态度，你还有意见啊？你看看你啊，肩膀耸起，脖子紧绷，虚张声势，你不累吗你？哎，再见。哎。妈，妈，哎呦，回来了！哎呦，你每次都大包小包买这么多东西，太辛苦了，家里什么都有啊。反正就去一次超市嘛，我多买点，你就可以少买一点。妈问你正事儿。啊，你说。那天相亲去了，怎么样？姑娘满不满意？有没有再另外约啊？那天我不是去了吗？对对对，怎么样？去了之后呢，就坐下来聊天啊。还有呢？但是聊着聊着，对方有事情就走了，然后就这样了啊。就这样啊。妈，喝茶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儿子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网络相亲？这什么啊？哎呀妈，别人都是互联网加金融，你倒好，互联网加相亲，哎呦，你也真想得出来。还不是为了你，我现学的。现在婚介所啊有个群，每天都有很多的热门推荐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文艺清新范儿，挺配你的。哎，喜欢吗？哎，那这个呢？哎，这个妈喜欢。哎，行了妈，你当挑白菜呢？啊，王子选妃子。哎呦，你在妈眼里啊，就是个王子。哎，你看看嘛，又没要你娶她了，真的蛮好的。哎呀，哎，这个人气质好吧？真的挺不错。好，哎，你看看看看嘛，特别适合我爸。你也替妈考虑考虑嘛。哎，真的。喂，等会儿，真的。喂，不是什么？不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现在才告诉我。你等会儿，马上过来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货交不了，现在，哎呀，真的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妈。我刚回来，哎，我东西都没喝，哎，我还想跟你聊聊嘞。哎，那么多好姑娘，怎么样，躲过阿姨的逼婚了？我躲过了，多亏了你啊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，请我吃顿饭吧？今天不行啊，今天已经约好了，我要去妙妙同学家里吃饭。哦，那就改天吧。你欠我一顿，我可记上了。
好的，知道了，童警官，拜拜，拜拜。泽俊，你确定妙妙同学住这里？他给我发的地址是这里啊。哎，妙妙，左先生你好。你好。郑磊，你好。快进来吧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啊。嗯。我以前就住楼上。啊。哎，他现在还住在这。我一看地址啊，真的吓我一跳，我们都以为搞错了。啊，你看啊，我下午还约你吃饭呢，这就叫缘分，你躲都躲不掉。对对对，缘分啊！来，欢迎妙妙啊！来，欢迎妙妙的老爸，欢迎这位，他是我爹地啊，我们是一家，我们是一家啊，两个爸爸呀。那谁是妈妈呀？妈妈在加班。啊，加班呢？那改天叫着一块儿来，我还没见过呢。哎，我见过。上次毛豆跟妙妙在学校打架，你没空，我就替你去了。那天妙妙的妈妈也在。毛豆，你还跟女孩子打架？他冤枉我哎，不过后来又握手言和了。哎呀，妙妙啊，那以后你们要当好朋友啊。哎，大家别客气啊，快吃嘛，尝一尝我做的小菜啊。哎，吃饭，来。郑磊，你多吃点啊！啊，你尝尝这个虾饼，我姐拿手菜，特别好吃的。哦，先给妙妙，给妙妙，让妙妙也吃啊。我都说你做的很好吃哦。这个木耳，这木耳很清火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得多吃点啊！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豆腐，就切片豆腐也特别好吃。好。哎，小姨，你为什么只给磊叔叔夹，不给我夹呀？你都那么胖了，你少吃点。好了。哎，还有这个鱼清蒸鱼特别的好吃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，可以了。好吃这个豆腐太多了。哎，左先生你吃啊，哎，妙妙你也吃啊。哎，还有这个鱼清蒸鱼特别的好吃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，可以了。哎，不是，多吃点，来。这么努力啊，没工资加的。我发现你每天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回来加班，有时候9点，有时候又8点，有时候又10点的。最奇怪的是，你总是能知道办公室什么时候会清空。我说个秘密啊，你别说出去。其实我是个外星人，我有透视的。哦，真的。还有外星人呢，有一项高科技，他们的手机可以跟公司的摄录机连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可以掌握公司全部的动态。你自己都编不下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关注我的？你别想太多了。好吧，那一会儿你忙完了，我们去宵夜。不用了，我这儿还要忙。小孟董事长，我最近犯错误了。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刻意和我疏远？你是故意的吧？陶总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对你只有无比的感激和尊敬。但是我这次回到上海，是铁的心要好好奋斗的。我想给妹妹一个家，所以呢，可以和你走远是必须的。一方面呢，我现在在你手下工作，我不想给你添太多的麻烦。另一方面，我想要靠我自己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。还有一方面，你讨厌我，你烦我了。我没那么说。那你就别把我赶出你的生活。小萌，我现在特别习惯你依赖我，
我发现我也开始依赖你了。陶总，这里是办公室，你对我讲这种话是不太合适。特别合适。明天同事多的时候，我想再说一遍。陶然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是我的哥哥，现在你又是我的领导。但我最确定的一点是，你不会是我的另一半。我现在非常确定的一点是，你会成为我的另一半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个，我可以理解，我可以等。你别等了，你等不到的。你应该找一个真正适合你、真正爱你的女人。干嘛呀？我已经找到了，非常非常的适合我。你接着工作，我接着等你爱我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不是也没走吗？我有一大堆合同要修改，我还签字呢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再说了，老板都还没走，我哪敢走啊？老师，别太累了。奥斯顿，我最倚重的就是你了。你要是累垮了，谁帮我挣钱啊？为你工作嘛，乐在其中。人除了工作呢，还应该有点其他乐趣。那你要不要留下来陪我享受一下人生乐趣啊？哟，女强人学坏了。你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乐趣啊？是什么？今天一个客户送了我一瓶法国波尔多的红酒，要不要一起试一下？好啊，一醉解千愁。你有什么仇啊？小萌还在外头呢，要不要叫她一起加入？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啊。小萌呢？回去了吧。喝那么快啊？下药了是吧？为什么我感觉上头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儿我忘了，有个客户，我先走了，回头再陪你这个享受这个人生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拜拜。陶然，敬你。
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刚才吓到你了吧？没有。还没有，手机都落下来。刚刚那个充电给忘了，这么晚还让你送过来，麻烦你了。刚才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，别有太大压力啊。不会。刚才那个不是我了，是月亮圆，我变身了。反正以后月圆的时候离我远点儿。啊，在俊。哎，索先生。哎。那个我手机忘带了，然后陶然给我送过来。这是我女儿妙妙，这是陶叔叔。陶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，真漂亮，好有气质哦，真的很像你。妙妙，今天呢天晚了，改天叔叔带你去游乐场玩，吃大餐，好不好？谢谢陶叔叔。真乖。好了，我今天就不打搅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小心点啊。走吧，妙妙，回来啦。来。机都可以忘掉，真是。就充电啊，然后急着回家就给忘了，这你也唠叨啊？喂，高姐。宁小姐啊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家那口子他在家里出事儿了，他爬上椅子拿东西，不小心摔下来了。哎呀，他那老骨头哪劲摔呀？我可得赶紧回去看看他了。这今天我就接不了妙妙了。那行吧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如果要见妙妙，现在就得走了。小萌，怎么了？我可能要提早走。哦，那孙副总问起来我怎么说呀？就说我家里有点事儿吧。又是家里有事。抱歉，我们之间工作又没交集，你不用跟我说抱歉。有事儿就赶紧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萌有事儿。人家家里事儿多呗，谁知道呀？看你家里总有事儿啊。李小萌 ，stop， 动，让我抓住了吧？啊，那么早下班干嘛？偷懒？没有，高姐家里临时有事，在俊也不接电话，我得赶紧去见妙妙才行。行，你赶紧去吧。喂，现在吗？行吧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副总要开会，让我先马上过去。完了，这下我也见不了妙妙了。哎，你打给谁啊？郑磊啊。哎，别打！你看看，
这么一个高大威猛、调皮可爱的我站在你面前，你看不见啊？我去接啊！你别闹了，不成，我还是得打给郑。我还答应妙妙请她吃饭呢，我不能失信。喂，小鹏。喂，郑磊，你在哪儿？啊，我在昆山呢，见个客户。昆山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那先这样吧，我先挂了啊。不是，喂，他去昆仑山干什么？盗墓啊？你就别贫了，还开玩笑呢。一切都是天意呀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回去开会，我去见妙妙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样行吗？放心吧，我没有做人贩子很久了。那拜托你了。没事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嘿，小美女，还认识我吗？陶叔叔，记性真好。今天我来接你，开不开心啊？那高阿姨嘞？我阿姨家里有事情，本来呢小莫阿姨要来接你的，但是她有工作，所以只能陶叔叔来了。那老爸嘞？老爸手机也打不通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但是你也开心哦，今天没人管你喽。我呢带你出去先逛街，然后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天气冷，来吧。好嘞，走了。喂，你和妹妹在哪儿呢？我去找你们吧。行，等我啊。预备，开始。平常老爸都不让我吃哎。是吗？你老爸那么抠啊？服务员，再来2碟薯条。好，我们今天吃的够味儿啊。妙妙，来了。阿姨，麻烦你了，你接妙妙放学。你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？妹妹开心吗？这都是什么呀？陶叔叔帮我买的。你买太多了，这样会把孩子宠坏的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些都是文具，不是玩具，小孩子学习要用到的。那你下次别买了。好了，从你工资里扣，好吧？来，吃饭没有？没有呢，刚下班。哦，你爱吃薯条的对吧？对啊。来，我们继续比赛好吧？继续比赛啊！看谁吃多多，1分钟看谁吃多多。预备，开始。那我多吃。不用跟他比。你给他吃啊。还有2盘啊。怎么样？作业写怎么样啊？快写完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多文具啊？陶叔叔今天来接我下课，而且他还买了很多文具给我，还请我们吃大餐。那你好好写啊。但是别写太晚啊。喂，今天怎么会是陶然去见妙妙的？高姐家临时有事，然后找你又找不到。郑磊他在昆山，
肯定赶不回来，所以找不到我。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。那你打了一次不通，你可以多打几次呀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得立马进会议室开会了，然后又正好碰到陶然，他说他想帮忙，所以就让他去接了。你去跟陶然说，不能花那么多钱一直给小孩买那么多东西，这样他不会珍惜的。希望没有下一次。老爸，这东西我们去上英文课去啊。老爸，怎么了？英文课不好玩。不是你自己说要上英文课了吗？我以为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，可是都没有。那你们上课都做什么？念课文背单词。那可能你们那个补习班比较注重单字还有文法。可是，一去就要考试，而且考完就马上改成绩。我上次只有考10分。分数没关系，老爸不是经常跟你说了吗？成绩一点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学的时候学得开心啊，学习有进步，那就好了。可是考10分是不是代表我很笨，英文很烂？老爸带你去个地方。可是要上课了。今天我们逃课去。真的吗？好吧，走了。今天的生煎包好好吃哦。是啊，他们都说是全上海最好吃的那一家呢。真的哦？下次可以再去吗？好，哎，还有冰淇淋呢。是不是？对啊，都好好吃哦。是吧？我拿钥匙。那冰淇淋还是3球的呢，好了，现在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我今天做了好多菜啊，赶紧开动吧！你们一定饿了吧？怎么啦？看我一下做了这么多菜，吓一跳是吧？我吃不下。是妙妙刚刚下课的时候说有点饿，我们就去了吃了点东西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吃一点点的，是吧，妙妙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来，吃一点点的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多少吃一点吧。吃，我们先看看啊。吃吧，妙妙啊，吃吧。妙妙，吃一点菜。还有木耳，木耳是清肺的。
吃点菜吧，别吃太多米饭了。吃一点木耳什么的。你可以吃点鸡呀。好。好吃吗？面面好吃吗？这是青菜吧？多吃一点。面面也可以吃肉啊。我要喝水。喝水啊？我给你们拿。妙妙，肚子是不是很痛啊？怎么搞的？妹妹啊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老爸。我给你看看有没有药啊，我给你吃一点。我看看有没有药。放学之后，你带妙妙到底吃了什么？就吃了点东西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就差不多那些。你们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干净啊？你是在上英文课之前带他去吃的，还是下课之后带他去吃的？还有，他上英文课的时候肚子疼吗？今天没上课。没上课。我在妹妹逃课了，然后我们去吃东西去。逃课？你真的带他去逃课？做学生的就应该去上课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哪有家长带着孩子去逃课的？你这么做，妙妙会觉得逃课这件事情没什么的，以后就会经常逃课啊。你是这样管教孩子的吗？逃课是不对，但是你给他安排那个英文课真的很没有意思啊。妙妙真的很不喜欢上，那我听他说了，那我心软了。左在俊，我知道你教育孩子一向有你自己的一套，所以我一直都很尊重你的意见，因为我觉得你把妙妙教得很好。但有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也跟我商量商量，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行啊，下次逃课我会告诉你的。你还想逃课？还有下次啊？没有。我以为你当了妙妙老爸之后，以前的那些毛病都收起来了，没想到你还这样。说吧，你带他吃了几家店啊？不记得了，好像2、3家吧。2家还是3家？大概4、5家吧。左在俊。
妙妙，肚子是不是还痛啊？怎么了？还疼啊？他说还痛，要不妙妙我带你去看医生吧？我不要去看医生，我要上学。我带他去吧，你别请假了。如果看完医生外面没什么事，我会送他上学。那行吧。那医生要说什么，你要赶紧告诉我。有什么状况，你给我发短信。行。来，书包给我吧。来吧，走吧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妙妙，把拉链拉上。昨天啊，老爸被你妈唠叨了半天，刚要被医生骂了一顿，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，做人不能太叛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昨天好快乐哦。我也是啊。总之，觉得不能再有下一次了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是回家休息吗？可是我想去学校。这么喜欢上学？没事，我跟张老师请个假，回家吧。啊？不要啊，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去学校。真的要上学啊？那你能走吗？那我们打车去吧。哦，老爸背你。耶，老爸背我。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妙妙真的长大了，越来越沉了。相信各位都知道，CN地产长期以来一直和别的建筑事务所合作，咱们奥斯顿一直没有机会。但这一次，在陶总的英明领导下，咱们终于有了机会。虽然我们奥斯顿只是美国总公司的其中一个分公司，地方虽小，但人才兼备。如果我们能合作成功的话，那以后 CN 的很多大项目，咱们都可以收入囊中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的项目该交由谁来负责呢？把这个项目交给林小萌。林小萌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CN 这次的要求呢是创新还有突破，那么孙副总这个决定我非常支持，但是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？因为小萌之前在美国的索菲特建筑事务所做过，有很好的基础，而且呢也有和一些国际上知名建筑师合作的案例，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有他参与的话，我们的项目应该有新的想象力。我说林小萌，你也太雷人了。怎么了？你看啊，陈谦1年，威尔森2年，他们到现在才开始负责项目。更别提瑞贝卡，来公司2年多了吧，一个项目都没有负责过。你想想看，你才来公司多久啊？你这样肯定招人嫉妒，惹人眼红啊！有些事情啊，来得早不一定是好事。那我也只能努力证明副总的眼光没有错。CN 地产，你知道这是多少设计师梦寐以求的项目吗？你现在啊，等于是在众人眼皮底下把它给拿过来了。你要是不拿出点真本事来啊，还真没人服你。我知道的。哎，我刚刚开会的时候，你不停地看手机，不是家里又有事儿吧？难怪你这愁眉苦脸的。哎，我很好奇你们家是……哎，小火锅了。哎，黄色棒棒糖算是
对你的恭喜。谢谢。从宋朝开始，黄色就变成皇帝的专属颜色，等同于黄金。不然的意思是，能不能镀金就靠这一回了。嘿嘿，唐倩倩，唐倩倩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？啊，小毛，这次你做项目负责人，家里的事不要影响工作的进度。孙副总把这个项目交给你，不一定是器重你，很有可能是考验你。加油！加油啊！接啊！接电话。喂，郑来，今天妙妙早上突然肚子很痛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在俊。对，我不知道现在妙妙怎么样了，你帮我找找他们好吗？麻烦你了，那我等你电话。嗯。来吧，大家聊聊吧，关于妙妙上英语补习班的事情。你错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把主题放在妙妙逃课没有上儿童英语班这件事上。不，主题应该要放在儿童英语课教法太无聊这件事情上面。我们能不能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啊？好，从妙妙的角度来看呢，小萌找的这个补习课教法太僵化，让他感到害怕，感到没兴趣。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培养孩子负责任的概念，而不是说他不喜欢上这门课程就鼓励他逃课。所以你也承认你找的这堂课让妹妹感到没兴趣。你先别转移话题，你要先保证绝对不能再犯，绝对不能再逃课。喂，你俩能不能不要吵起来啊？你先听我说。你说。之前的钢琴课，妙妙她不喜欢上，好，我妥协了。可是这个英文课是他自己想学的，不能说他上着上着觉得无聊，行就由着他爱上不上就随便逃课，这样做是不对的吧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他学会，以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要坚持下去。我来公正的评判一下啊，你关于妙妙逃课这个事情是你的不对，但是小萌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？这个孩子啊，他要快乐的成长，你能不能选择一个他喜欢的那种英语补习班？说得好，我承认啊，英语对妙妙的未来很重要，而且妙妙很想学好英语，但因为你这个补习班让她害怕英语，那就完蛋了。那既然我们的意见都不一样，要不投票吧？投票？你们俩都不希望妙妙上补习班，那投票有什么意思？肯定是我输啊！我跟郑磊都希望她学英语，但不是受这种填鸭式的教育。行，既然你不希望她去上那个英语班，好，那我请个家教好了。好，那那个主题又来了，我们到底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家教？二位，你俩聊啊，慢慢聊，我去吃点水果。受不了。小萌，你在奥斯顿那边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里面的每个建筑师都特别厉害，全部都是高手，很优秀。其实我压力还蛮大的，但毕竟是我喜欢的工作，所以做起来挺快乐的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拿到了一个项目，CN 地产的别墅设计。真的？那要恭喜你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如果你把这个项目设计出来，你不就是可以找吴教授领奖了吗？这个领奖呢，本来应该是属于你和在俊，全都被我给耽误了。行了，都这个时候你还想那么多干嘛呀？
就拿我来说吧，我现在慢慢觉得吧，老东西呢，有味道的东西啊，比那些新的设计作品有意思。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愧疚。可是在俊呢？尤其是在俊，被我彻彻底底的给耽误了。我觉得吧，你、在俊、我们3个人，他就是一体的。所以如果你领赏了，也相当于我们领赏喽。我好愧疚。哎，又来了。在俊，我有件事想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今年妙妙生病了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请假陪她去看病？妙妙不舒服，我心里也很着急的。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经常会有病痛。我知道他身体一不舒服，你肯定会很紧张的。但做父母的，就要学会冷静。如果小孩一生病你就慌了，那你怎么做一个有力的依靠？可是为了妙妙，我请个假也没什么的。你认为奥斯顿是有什么样的公司？是你可以轻易对待的。你有这么好的公司，有这么好的舞台，可以让你好好的发挥。你别让公司认为你无法尽心尽力。可是现在的公司都很人性化的，他们一般都非常的体谅员工家里的难处。好，现在没事，但久了就是个问题。公司请你来，是让你替公司效力。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因为孩子的事情而请假，那么久了对公司造成的就是个困扰。你就是因为这样，才决定带着妙妙去垦丁开民宿的是吗？不是。我已经听郑磊说过了，你们毕业之后，你考进了几间很棒的建筑公司，可是妙妙经常生病，所以你才拒绝。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啊。在俊，我现在终于懂你的付出了。就算是健全的家庭，孩子生病了，他们都会有一方在家里照顾孩子，更何况是你呢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是单亲爸爸。今天妙妙生病，我真的体会到你的辛苦，还有牺牲。我对妙妙不是牺牲，那是爱。总之，我谢谢你这些年来对妙妙所做的一切。有车主报案，说他们的车在附近被偷了。我们等会儿分头到店里去找一找，寻找线索，顺便有请他们把那个监控录像弄出来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样你到那个去，我到这边，这样汇合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来调查一桩轿车盗窃案，想询问你们能提供店外2天前的监控信息吗？这个我得问一下我们老板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稍等一下。
有警察找你。不，他们是有一个案子，希望我们协助调查。哦，好。就是他。你好，那个我是本店的嗨，这么巧是你啊？对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是合法经营，没什么好查的。你赶紧走吧啊，赶紧走。怎么着？你还怕查呀？我不怕呀。没有，我是来查一桩轿车盗窃案的。这附近前2天有人偷车，我来搜集一下监控录像。哦，那我们全力配合呗，胡言。好，我现在去弄。行，你去吧啊，去。那个我开的店，要不随便逛逛？不错，还挺艺术的。哎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找我就行了，好吗？家具啊，任何东西我都能搞定。好啊。哇，你穿这身还真的不一样啊，这警服。你看你平时小包一背，像个小孩儿，这有点气势。是吧？那工作中跟生活中状态肯定不一样啊。挺厉害。你随便坐坐啊，随便坐坐好吗？好，没事。他去调录像。好。东南啊，监控录像呢？怎么不舒服？没有，就是，心跳有点快，有点上不来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就是菜鸟症候群。什么？不知道了吧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走。菜鸟症候群就是什么？因为你第一次出勤，第一次跟这个市民打交道，所以有些紧张。不过你这都第一次都这样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明白了吗？想知道经验吗？晚上请我吃饭。少了没钱。沙县呗。沙县行。兰州拉面行不行？行也行。毛豆，那你不要玩了啊，刷牙洗脸睡觉了。我这个妈妈咪呀！你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就是你妈呀！快去，快一点，别磨蹭了，快，刷牙洗脸去啊！妈，你以后不要搞这么吓人啊，这跟女鬼似的。不对，于是本来就哪有这么漂亮的女鬼？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猜我白天遇见谁了？谁呀？郑磊。我跟你讲，我一见到他，就有一股热气从这儿直接就窜到脸上，然后我的心跳就不停的加速，口干舌燥，血液直流。哎呀，那个感觉真的是……那又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同事说我这个叫什么菜鸟症候群，说是因为我第一次执勤，第一次深入市民。你这什么菜鸟症候群呀？你这分明是恋爱新鲜人，你春心荡漾了你。什么春心？哎，我跟你讲，童丹啊，这个女人呢，就是要好好保养自己。你看到我敷的这个面膜了吗？水当当，皮肤滑嫩的很。哎，你注意点保养吧，一会儿贴一张啊。子旭，知道你愿意参加龙泰度假酒店的比案，我很开心哦，也很期待。谢谢池董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不要有任何的压力，就来玩玩。反正你本来就是来上海度假的嘛，就用度假的心情想想度假酒店吧。啊，明白。来。
王太柱啊，你不用送我了。好，走先生慢走。好，再见。没事吧？我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就是胃突然有点痛。谢谢你啊。你啊？喂，你真的没事啊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我经常胃痛的，没关系，坐一坐就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去买点药，好吧？啊。拿这个，就听一下啊，就舒缓一下。这什么呀？啊，我快来，你等我一下。像阳光和煦，又像是雨后的清醒，沉睡你梦里，却又被你的爱吵醒。音乐响起，那你吃个药吧。你最爱。谢谢。好。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太忙了，又不准时吃饭。如果没猜错，你是不是一天那种4、5杯咖啡那种啊？啊。光喝咖啡没用的，要好好吃东西，要不然啊，你整排胃药吃完都好不了。啊，这个你留着吧。啊。好吧，你休息一会吧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个还给你。哎，没事，你留着吧。有空听一下音乐啊，舒缓一下压力，对身体都好一点。你这样吧，一会儿你听大概3、4首歌吧，你的胃就不疼了。啊，走。听歌就不疼了？啊，马上收拾完就回去了。我看你一吃完饭就窝在这里画图啊，有那么急吗？不能回公司再做啊？趁现在画的顺手，就多画一些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那种白领啊，就还有像你这样，只顾工作什么都不顾，健康就会出问题。我觉得啊，你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健康。我知道了。来，你干嘛？从我搬进来开始，我在这里没有运动过啊。为了针对你的身体健康，我要给你做一个运动计划。哎，我平时工作忙的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运动啊？别来那么多借口。你呀，你是妙妙的妈妈，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怎么照顾好她啊？所以我不能放过你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样吧，每个礼拜排2天出来，固定做运动。早上5点怎么样？你疯了吧？5点啊？肯定不可能。我每天都是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，很有画图的灵感，那么早绝对是起不来的。那行，那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吧。啊，在外面运动半个小时，回来继续画图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这样。哎，妙妙都可以随随便便跑40分钟了，你别跟我说你半个小时都不行啊！我求你了。别求我。行吧，我确实也是缺乏运动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宁小姐，加油！加油！
怎么了你啊？刚骑车好像扭到脚了。骑车扭到脚？嗯，我看看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就这里啊，应该没事吧？要不我们先回家？骑车都会扭到脚？嗯，不会吧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再去医院吧。我看看。这先生，高姐你在哪？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啊，我不用喝了。哎，妙妙呢？哦，妙妙啊，妙妙在房间里。哦，那两个人呢？啊，左先生跟宁小姐是吗？他们啊出去运动了。啊？啊，宁小姐啊求了左先生半天了，哎呀，可不可以饶饶我啊？结果啊，左先生啊不依不饶的，宁小姐没有办法，只有被迫就范了。最后两个人一起出去运动约会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高姐，你忙你的吧。啊，好，那我去忙了啊。哎。问梁某，爷今天是不是没上厕所啊？怎么那么沉呢你？哎呀，是我衣服重，我今天穿了衣服。就不穿衣服了？你在哪？啊，好了，吃点亏吧啊！那你真的很沉呢你。那你帮我下来，我自己走。那你上次上个厕所再去跑步好不好？哎呀，烦了。这道题呢，如果是从少年宫到图书馆的走法，那有1种、2种、3种、4种、5种，对不对？选择其中的3种走法，计算长度。这个题，你看看，喵喵，想想。哇，喂，怎么啦？慢点。扭伤了？林小姐没事吧？阿姨还好吧？没事，苗苗，就是刚刚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。我都不明白，有人骑车真的可以崴脚的，太奇怪了这事情。你还说，都是他非要带着我去运动。都是你不保好他，哎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觉得应该不严重，可能过2天就好了吧。高阿姨，药箱拿来。哦，好。快啊！很严重的样子，肿了吗？药箱来了，好像有一点。苗苗，小心。慢点啊！你可以。看一看哪儿扭了，扭伤了。我轻轻摁啊，这儿疼吗？有点。有点疼。也挺疼。也挺疼。哇，这里呢？疼。也疼。这也疼。这不行吧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红花油啊？好像没有红花油。还真有。按轻点儿。啊，轻点儿。好点了吗？要不要包一下？你慢点啊，我来。没事的，自己可以。慢点。小心！我扶你上去吧。不用，我又没有受什么大伤，我自己可以进去的。不行，我扶你上去。别啊，你快去工作吧，别耽误工作了。你确定可以啊？确定，我进去了啊。嗯。快去吧，谢谢你啊。下班我在这等你啊。别，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，你不要来接我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要有什么事儿，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慢点啊，慢点。拜拜。
小萌，孙副总让你把昨天的资料送过去。好。哎，脚伤了别乱动，交给我。小萌，听说你脚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儿，就是崴了一下，不严重。哦，好好休息啊，小心一点。残疾人，我来献爱心了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残疾人不需要你来送，虽然残疾人的脚伤了，但手还没问题，我自己打车回家是可以的。你能不能听领导一句话，要不然把你的手也打折。那要看你敢不敢。你的脚怎么搞的？怎么会受伤的？在俊，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好妈妈，就要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。那一天非要带着我去骑车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他说什么呢，你就照办；我说什么呢，你就推三阻四，对不对啊？你是我领导，哪敢推三阻四？我每次说要送你回家，你不都推三阻四的？那是因为我有车啊，我自己有车，我当然自己开车，我干嘛要麻烦你？行吧，那以后你运动呢，你叫上我，我陪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别呀，运动只是我生活的一小小部分，我就不劳烦你了。你看看，你又推三阻四了吧？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开不了车了，还头晕。喂，张磊，你不用接我了，我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那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好，拜拜。你这个同学挺关心你的啊。是啊，他是我特别好的同学，就像这一次啊，我带妙妙回上海，他也特别支持我。慢一点啊。高姐，林小姐回来了。郝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送他回来的，脚受伤了。啊，吃过晚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妹妹呢？妹妹已经睡了。那我去给你倒2杯茶。别乱动啊，刚刚包扎完。我去看。小萌啊，哟，陶然，我是郑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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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萌在吗？在，进来坐吧。 OK， 好，随便坐。你怎么来了？小萌啊，给你挑了双运动鞋，护脚踝的，以后运动啊，一定记得穿着它。真的啊？我正好要买鞋啊，谢谢你啊。不用买了。看一下。来，我来。哎，对了，看看合适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哎呀，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陪你逛过夜市吗？哦，你的鞋码我当然知道了。陈先生挺厉害啊，这个女孩子的脚你都过目不忘，小时候学习很好吧？我们多少年了？对，这么巧，今天大聚会啊！哟，阿九，来了。对啊，送小萌回来的，她脚受伤了，我都说她了，那么大个人，健身呢还把脚给扭了。我以后呢会经常陪着她，她就不会受伤了。千万别，我短期内还是不运动了，我想休息休息。对，怎么样？今天有脚有没有好点？好多了，估计过几天就好了吧。对了，
这是正磊给我买的新鞋。哦，看看，挺好的，以后穿着它做运动就不会受伤了啊。来，来给我吧。你呢？你买的那是什么呀？没有，就是些日用品。行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进去。哦。花姐，哎，茶好了，小先生喝茶。哎，李小姐，干嘛？别动！啊，我想看个碟。啊，看碟是吧？你有什么事情叫我就好了啊！你不要吩咐，别客气啊！看哪个？这个吧。这个啊？好，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吃零食。行。全拿过来，你自己选啊。我还想喝个热茶。热茶哦。对了，你按下播放。The Prada 小乖乖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吗？我可是花了好多钱才把你带回来的。哎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，姐姐，别客气。不会客气的。妈妈为了你们呢，只可以在这里啃面包。你要乖乖争气哈。超人啊，超人！现在只剩你陪我了。你今天不用加班的。我今天脚疼，所以就趁这个机会看看电影，休息一下。摇到外婆桥。你喜欢看这个电影吗？奶昔美人。这个啊，想搭你都难呢。反正你喜欢看的，都应该不会是我喜欢看的那种。哼。那简单啊。我们就选个日子，1、3、5由我来选，2、4、6由你来选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穿着 Prada 的007。哎，今天礼拜4啊。穿着 Prada 那个是我选。劝谏任务是什么？那我再加一条，该死的人，凡是生病了、受伤了的人，每天都是由他来选。你不就是崴了个脚啊？把自己当成是皇太后一样。啊，那你这么说，我听着就不开心了。我本来好好的，脚从来都没有伤过，是你非要让我出去运动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你还这么说我？我刚刚杀死了一个印度人。没有这么夸张啊，就崴了一下。上班还让郑磊送，下了班了还让你的总经理送回来。当然没问题啊。那我可以看一下那你的戏吗？是你非要让我运动的呀，可笑！要不是你非要让我运动的话，我好好脚会变成这样的吗？怪我了？我不是怪你，我只是觉得，你说的话像是在怪我一样。去死吧，007！啊，我道歉啊，我不好啊。没事。
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你也不要太过意不去。就因为这点小伤，我还可以看看电影什么的，也挺好的。是吧？嗯。小段说